8月2日是國際水下文化資產日，國家海洋研究院將要發表一本用澎湖海域的沉船來做主題的台語繪本，是用這有聲冊也閣有 YouTube 影片的方式，讓其他人閣較有興趣來了解台灣海域的歷史。 1892年10月，一隻燒氣輪船佇澎湖海域去拄着風颱，弄着石頭沉去，上百個乘客甲船員死佇大海。人將近100年，船身殘骸才予台灣考古人員發現進行研究。閣佇2015年，追蹤列冊做重要水下文化資產。這段故事今晚嘛正做繪本題材。國家海洋研究院特別選伫8月2日國際水下文化資產日的這天，舉辦修復海洋記憶活動，閣發表新冊《波卡來銀角啊》。本身就是保存了當那個時代，那個時候的一個歷史。然後阮是感覺講這留落來迄個文化資產是足珍貴的。那推廣的方式就是用這個繪本，然後阮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講，阮希望講一種本土語言，小朋友也入海洋，唔是講都會使食海產。 國海院希望透過親子視角，拍開細漢囡仔對海洋的視野，對台灣周邊豐富的海洋文化、加水下文化資產，會當有更較深的理解。一隻沉佇海底的大船，佇當年除了載客、載貨物貿易，嘛帶動後仔大陸生活甲文化的交流，佮見證台灣甲海洋無度分割真深的連結。時速地啦，講這是個清朝澎湖的這官員啊，互伊嘛講天橋車迄個。 做單的家來啦，未來能夠有美國政府叫表揚這當地的這官員，你這個國寶書啊，你這個紀念碑，咱透過這個研究，也當讓小朋友了解咱海洋的藝術、海洋的文化。原來台灣的海域很多的水下文化資產是我們不知道的，有這個繪本有聲書，還有影片的協助。在台語文這個部分呢，等於是有多方面的一個給他們一個學習的機會。繪本《波卡拉的銀角啊》為一個古早銀角啊展開冒險故事，牽引將近1世紀跨時空文化歷史連結。透過考古成果，要帶大小朋友做伙探索這隻沉船背後的故事。記者綜合報道。